2025台南自动化机械甲智慧制造展，因为场地限制，虽然满馆展出，但总数也是小可有减少。不过，由愿维持工商时报台南机械展的优良特色，经销加工机械区的单位占比优原将近6成左右。各式新款的工具机参展踊跃，前来看展公司代表也络绎不绝，显见台南机械展已经是业界上重视的展览之一。3、2、1，请用剪。好，我们预祝2025台南自动化机械暨智慧制造展开展成功。我们台南机械展到今年已经20几年了。我想《工商时报》深耕这个台南，深耕地方，40多年，办机械展20多年，也是要感谢我们长期以来经济部以及台南市政府的支持，才让我们有今天的规模。感谢《工商时报》每年呢都办理这么样的一个怎样重要的展览，更感谢我们中央产发署，在我们南部这边加码再加码。那我们总统对沙仑特练区将来是 AI 专区，整个把它产业结合起来。其实我们整个自动化产业已经完整的一个产业链。那我们将来整个制造业面临的就是高效率、自动化，还有智慧化，将来还结合 AI 等等。面对美国高关税考验，工商时报总经理王如哲表示，也该用来政府各种应变措施，和厂商在困难的环境之下，也是当持续运作。工商时报也秉持甲地方合作精神，创作平台，媒合外销甲内水市场。美国的高关税让我们的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但是还是仰赖我们政府以各种的应变，让我们的厂商还能够在这艰困的环境之下，能够持续的去运作，持续的来做生意。那我们《工商时报》也秉持着合作跟地方合作的一个精神，创造各式的平台，不论是外销或者是内需，都尽量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媒合。机械本身，在2024年它的产值也有扩张，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发展，的一个动力，不管是经济成长的带动，还是就业人口的吸纳。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政府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产业。我们政府对于这个产业的这个重视，我跟各位保证，这个一定是将来一定是会加大力道。2025台南自动化机械展提供先进机械以及周边产业展示，为厂商提供新创产品的曝光，以及各项产业资讯交流的平台。希望会当为机械产业相关业者创造更大的市场商机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